1年前呢，有觀眾朋友話想睇呢隻 Speedmaster 57，但我一直都諗唔到用咩角度去講，所以今日終於找數。唔好意思Philip 兄，要你久等啦。講起 Speedmaster，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嘅產品線太分散啦。新手玩家要花啲時間先知道自己想揾嘅係邊款。因為呢隻係我第一隻嘅機械錶，所以嗰陣都花咗好一段時間去 study。2年幾後嘅今日，我對 Speedmaster product line 嘅理解就係最主要可以分為呢幾類。首先係登月主題嘅錶款，如果你手上嘅 Speedmaster 係用3861又或者321機芯，譬如 Moonwatch、First Omega in Space 都係屬於呢一類。第二就係用9900系列機芯嘅錶款，呢一類嘅錶款就冇題材嘅限制，係 Omega 設計師可以大膽發揮創意嘅系列。由賽車去到 Dark Side of the Moon， 每樣都係獨當一面嘅。每樣都係獨當一面嘅，家下集合埋一齊，問你死未？第三類就係比較適合女士嘅 38mm 系列，設計相對上就會 dressy 啲，冇咁硬朗。但係搭載嘅3330機芯都絕對唔係講玩嘅，同族擒縱再加埋倒儲輪都足以見到 Omega 花喺呢隻錶上嘅誠意。最後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啲特別嘅錶款，譬如呢隻 X33 Mars Timer。而我手上呢隻搭載9906機芯嘅 Speedmaster 57就屬於頭先提到嘅第二個類別。首先講下手錶嘅基本資料，呢隻錶嘅錶徑係 40.5mm， 厚度挨近 13mm， 甩to 甩就大概係 50mm 左右。呢隻錶而家睇返轉頭，其實都揀得幾啱，係我好中意嘅復古計時錶風格。經典嘅黑色錶面，配上躍高式嘅時錶，不鏽鋼 bezel 上嘅細刻度，再加埋雙型藍寶石水晶鏡面，所有元素都配合得恰到好處。仔細啲睇，你會發現我頭先話黑色錶面呢，其實形容得唔係好準確，因為磨砂錶面喺光線反射下睇落又有啲似灰色。而最有驚喜嘅係，估唔到除咗 Panerai 之外，Omega 都喺呢隻 Speedmaster 57上用到 Sandwich Dial， 再加埋兩個內嵌式嘅計時指錶盤，成個錶面嘅立體感好出，每次睇時間都係一種樂趣。而喺 Superluminova 嘅加持之下呢，時錶嘅夜光都相當出色。講到個錶面就冇得唔講下嗰支非常 iconic 嘅 Broad Arrow 時針。Omega 嘅 fans 對佢一定唔陌生，事關呢支闊箭指針係1957年原版 Speedmaster CK2915 嘅招牌設計。當時Omega 為咗令呢隻錶讀時更清晰，特登將支時針做得寬闊箭頭咁嘅形狀，配埋分針同計時秒針，形成一套極具辨識度同動感嘅指針組。之後登場嘅 Speedmaster， 例如 Moonwatch 系列多數都轉用咗更細長嘅鉛筆針，直到2013年 Speedmaster 57系列推出，先至正式復活呢個經典元素。我就覺得呢支 Broad Arrow 唔單止係視覺焦點，仲係 Speedmaster 57同原版1957年 Speedy 最直接嘅連結。除咗錶盤元素之外呢隻錶嘅錶帶都充分還原當年嘅風格。比起 Moonwatch 嗰款，我自己就更加中意呢條復古風格嘅錶帶。但係喺佩戴體驗嘅角度呢條錶帶就太薄身啦。尤其是個錶頭都有相當嘅重量，有啲頭重尾輕嘅感覺。如果條錶帶做返重身啲，戴起上嚟就會平衡好多。最後當然要講埋個機芯，9906可以話係 Omega 目前嚟講最先進嘅手動計時機芯。除咗用上 Omega 專利嘅 Coaxial 同族擒縱同埋直游絲，更加通過埋 Metis 嘅 Master Chronometer 認證。倒儲輪同垂直離合呢啲就基本嘢啦。
，28,800振頻，60個鐘嘅 Power Reserve， 每日誤差係正午0秒，只快不慢。齋講呢啲參數啊，已經嚇死人。而事實上咧，如果淨係計性能，呢個手動計時機芯咧真係冇對手嘅。咁當然啦，打磨上就只可以講係不過不失。機芯背面咧就採用大面積嘅4/3夾板，修飾打磨就用咗喺 Omega 機芯上好常見嘅放射狀日內瓦波紋。有啲標迷覺得手動計時機芯做得背頭，就係要玩埋零件嘅打磨同埋板路結構。偏偏 Omega 咧就拎塊大夾板遮住晒，令到成件事有啲雞肋。但我就覺得成件事其實都唔難理解。喺10萬蚊樓下嘅價位，性能同打磨是但一樣做到極致，其實已經好收貨。一個計時機芯閒閒地啊都超過200件零件。如果成本上冇辦法做到好靚嘅裝飾性打磨，攞塊夾板擋住都未嘗唔係一個選擇。總括嚟講，雖然呢隻錶叫做 Speedmaster 57，但比起致敬復刻1957年嗰隻 Speedmaster， 呢隻錶俾我嘅感覺係好唔同，亦都相比佢嘅前輩有自己嘅風格。最直觀嘅應該就係佢喺繼承 CK2915 最經典嘅 Broad Arrow 同時，又非常大膽咁將3個計時指標盤改為2個。你哋又中意一啲原汁原味嘅復刻款啦，定係好似呢隻咁喺經典元素上加上一啲新意嘅設計呢？記住留言話俾我知，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